緊急求助，我有一個朋友嫖娼被拉咗，點算呢？如果你嘅朋友真係嫖娼被叔叔拉咗嘅話呢，唔好急啊！首先我哋要搞清楚嫖娼一般會面臨咩處罰。一般嘅情況下，按法律嘅規定，可能會被處15日以下嘅拘留，可能會並處罰款。不過咧，要睇情節嘅，好似我哋你嘅朋友啱好傾好咗價格，但係咧冇實質性嘅行為嘅話咧，可能又或者你嘅朋友係第一次嫖娼，或者佢嘅態度會比較好嘅情況下咧，可能就會從輕處罰啦。好啦，講到呢度，我哋需要特別注意嘅，有啲情況下嫖娼唔係話單單違法咁簡單嘅，仲係一個違法嘅犯罪行為。如果你明知道對方係不滿14周歲嘅幼女嘅話咧，你仲係嫖娼嘅話咧，咁樣嘅行為可能就構成一個強姦罪。強姦罪咧唔係一般嘅罪刑，係一個重罪嚟嘅。假如你嘅朋友遇到我啱啱所講嘅情況，你嘅朋友應該要點做呢？我嘅建議係從源頭上杜絕呢種違法嘅行為。希望咧今日嘅普法可以帶俾大家對嫖娼嘅法律後果有更加清楚嘅認知。希望你嘅朋友亦都唔好再糊塗落去啦。想知道更加多嘅離譜案件同法律冷知識，快啲點讚關注曾律師帶你解鎖更加多嘅人間真實。